2年前嘅7月18日，嗰當時嘅苗栗縣長劉政府跟太埔市府人家上台北抗議嘅田氏良機同中藥房韓國其他處府嘅部分建築拆卸，安尼都2年嚟咗。而家嘅太埔從化區已經冇投下證書嘅樣嘅嘢，都在去當初反對證書嘅野夫人家當中，還係感受到土地證書嘅事情對人造成嘅傷害同影響。珠寶插鋪店門口順巷，睇嚟一些的防水布棚，用太露水的些空氣來曬過。主編群當地嘅曬地，也嚟辦將各大道嘅過，也基本上嘅農事係珠寶人控制嘅按多年，也下將有好作為。當風俗嘅係二批木度，田子巷放鬆的苗栗縣政府財政很幫忙嘅新聞。主編群同廿八住宿看嘅電視見邊頭，行下唔慣嘅係封面前早就冇頭擺，搶要有為嘅樣嘅嘢。哦，以前大概都是農地嘛，很輕鬆的，大概都在農地散步。可是最近就是感覺天氣比較熱了，真的好熱。對啊，就水泥地的地方都是讓自己環境早上起來不是涼爽的啦。不要這樣擴擴蛋哦，空氣我嘛都煩惱啦。盡量較緊的啦，看也不忍心呐。當然是不忍心，大家嘛就要補財啊。被定從農嘅田橋黃鳳基嘅大爺黃坤義當機通對民國99年整數到建，薄薄嘅田橋經過年復年體保留，到10種百分都經係萬幾天安用嘅處理。老阿爸黃鳳基接從土炭，拼建嘅田橋，標記試落去黃黃米冊年年有好個。此家田橋才標記上草大農，含地那樣事做得再過10天。他經常是在左大田里那邊，也是萬產無法多，我們也感覺很替他抱不平，但是我們沒有辦法，我們這是一個小百姓啊。到這邊嘛，好，我就差不多到這邊，那這邊就是有一個合適嘛，還在啊，樓梯，就是係個無碼嘅事情，仲成本嘅本用彭秀村並唔想行進頭擺嘅中藥房，驚行進落貨，佢就係當機的。不過係盲拆題幾時台，這些6平嘅藥房獨行所有嘅事情。22年，彭秀村有限就做養馬堂做飯頭豆腐，1年100夜辦有事業，係佢出去同有共用前線嘅一條小路交流互通嘅機會。佢講2年以下就高鐵咧，唔過佢心肝頭都會痛，係當難學。就給自己忙碌一點的，這樣，然後家園重整的這樣子，還有很多事情要做。就會忘記這些事情。另外，柯志才係當時轉去太埔嘅，因為無多乜人看到自家落貨嘅幾件戲嘅拼人嘅項目嘅都會堵唔掉。太埔中藥房嘅屋嘅拆題都見2年呢，中藥房拆題1周年間下，拆題談判嘅公義唔會填補佢哋辦費，要求苗栗縣政府愛辦嘅到公土，2年過後會檢驗嘅，太埔案幾件掂下來嘅。唔過太埔市府人家其實係無填補題自家應付，還繼續爭取自家基礎正義，同苗栗政府打官司，限地推動固定行政法院審理。對太埔市府人家來講，無論官司愛打幾機會，家頭都會繼續堅持下去。客新聞總之美，苗栗報道。